今日教大家紫菜炒飯，今天教大家蛇菜炒飯。熱鑊放紫菜興一興，二鍋放紫菜嚟興一興，邊淥翻面邊撈翻面，放紫菜炒過嘅芝麻炸碎，紫菜、芝麻、榨菜，熱鑊落油，二鍋落油，放3隻你屙嘅雞蛋，放3隻你屙嘅雞蛋，炒香裝起來，炒香裝豉奶，鑊落油，二鍋落油，咪爛走落去，冚唪唥倒咪，炒熟冬菇三文魚，炒熟冬菇三文魚，放咗2個月嘅冷飯，放咗2個月嘅冷飯，炒散放雞蛋，炒散放雞蛋，放2斤豉油，放2斤豉油，老抽放啲老抽，放葱放葱，咪爛倒落去，冚唪唥倒咪，不起不起來。香到流口水，香到流狗水，好食到哀住。